那热清特要过境美国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也讲要访问日本加美国，这时间点会伫咧8、9月啊。另外有风声讲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有和民众党的郭文哲沟通过，这两党可能会合作，到时阵11月20日，只会推出一组人出来选总统。今天有要用药，他们会把药拿出来，药单拿出来。对。赖友仁视察新北邦桥友仁怀疑持药案侦结无起诉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，这个事件爱负责任，佫应该爱公开来面对，袂当躲闪。侯友宜要积极争取利空利数。民进党赖清德8月要过境美国，侯友宜讲伊会踮咧8、9月去日本美国。方面的行程也是在安排当中，我们希望在访美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安排好以后，会给大家做一个完整的报告，也能够一切顺利。我们跟美国一定保持更密切的合作。那侯友宜赖清德要访美，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嘛讲有收到 AIT 询问，考虑敢要搁去美国一届。搁在思考中，也若是有风声，那边已经连就线，在个敢若有一组会出来参选，和那边还未议题，搁再引起关注。我倒觉得是这样的啊，顺其自然的，再拖1个月、2个月，自然有时候真的水到渠成的。这我常常讲说，天才的火花可以到处闪现嘛，可是你要烧起来一定要有那个环境啊。所以机会到处会跑出来，可是它能不能成功，还是看那环境。另外，最近动作真多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18投诉华盛顿邮报，批评总统蔡英文和赖清德拒绝接受一中请假，和情势紧张。主张台湾爱伫一中请假的基础顶头，直接和中国谈判。郭台铭争取国民党提名失利了后，犹原扩大团队，共款红看作是要为独立参选做准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